隻狗狗好搞笑啊！主人上台之前咧就緊貼主人，宣佈上台嗰陣咧就走鬼咗去。米勒影音出席4月11日至13日舉行嘅第32屆 SIAV 上海國際高級 Hi-Fi 演示會2025參展位置喺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宴會廳1號，工作人員提早2日就進入場地展開工程。第一日係建造，第二日係器材進場同埋佈置。今次有上海主場之利，會場地理位置同米勒影音總部嘅陳列室好接近，無論係運輸成本定係時間都可以大大減輕啊！短短2日工程就完成咗啦，你哋咪中國速度啦！今次主題咧就分2部分。第一部分係新品發布，第二部分係特設5個唔同嘅演示空間，展出各種器材，以滿足觀眾唔同嘅需求。5個唔同主題嘅演示空間都係以投影機播放畫面為主嘅，所以咧就用咗鴨嘴方式嚟設計，而且仲係長鴨嘴添啊，有效阻擋外來不必要嘅光線影響畫質。木結構咧就正在進行緊最後裝飾嘅工序。米勒影音咧喺展會門外邊呢，主要通道兩邊樹立旗幟，微風飄揚，非常搶眼啊！基本上參觀者一入到錦江飯店範圍就可以了解到通去米勒影音展會嘅位置噶啦。門口有迎賓狗狗啊，係由米勒戰略合作伙伴嘅舒波菲爾提供。狗狗身上面咧插滿咗宣傳嘅旗幟，成功吸引大家目光，完全係米勒影音嘅吉祥獸啦！意大利品牌投影機 Sim2 不知不覺間嚟到今年就成立咗30週年噶咯喎！2025年4月11日喺展會嘅第一日嘅下晝2點，聯同米勒影音舉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暨新品發佈會。呢日正正就係 Sim2 X80 RGB 3色激光投影機全球首發會嘅大日子啊！3500流明德州儀器嘅0.47 4K DLP 芯片，4K 分辨率嘅廣角玻璃鏡頭，提供電動對焦同埋縮放嘅投射比咧就0.89 1.33倍光學變焦，擁有 Corners 22 RGB 激光光源技術，100% 嘅2020色域覆蓋，4K 最高60Hz， 1080P 就最高120Hz，日日都係賣點嚟噶。光源壽命大約25000個鐘，咁即係用幾耐啊？如果以每日用8個鐘為例，即係可以用8年6個月零25日噶。呢個數係呢8年半要無間斷咁日日開足8個鐘頭先得出嚟呢個答案。我相信8年半之後 X80 呢一個型號可能都進化到3個位啦，不如擔心下自己貪新忘舊嗰個啦。除咗基本黑色同埋白色之外呢，客人仲可以自選個人喜好嘅顏色嘅喎。咁當然黑白以外顏色就要額外收費嘅咯。現場係提供法拉利紅同大家見面，黑白兩色都係啞色嚟嘅。而法拉利紅咧就同真車沙板一樣，光亮奪目高。X80 最吸引我係佢嘅迷人大眼睛啊！雖然冇提供 Lens Shift 功能，但係佢嘅廣角玻璃鏡頭支持電動對焦同埋縮放，深深咁吸引住我。而且投射比0.89 1.33倍，代表住投影距離嘅便利性啊！呢個係 Sim2 X80 16:9嘅投影距離對照表啊！機背佈局簡約，一目了然。呢個電源開關掣一共有2個 HDMI 接口，呢個兼容 ER， 呢個係普通嘅 HDMI。USB 接口方面呢，並唔係用嚟接硬碟播片，因為根本就冇內置播放器。一般跟機嗰啲播放器，無論係播放功能定係嗰個界面都係垃圾級嚟㗎啦，俾都唔用啦。呢個 USB 接口多數用嚟升級或者係俾官方維修之用嘅啫。呢個係 Infrared， 由於部機係用藍牙遙控嘅，所以呢個 Infrared 咧，我估係俾中控聯動投影幕或者係電動窗簾之類用嘅。IC 電源插口係屬於世界電雅，見插蘇就插得㗎咯。X80 嘅 I/O 板咧就放咗喺機背，優點咧係接線收晒喺後邊，整體係視覺美觀。缺點咪就係接咗線之後，機身佔用空間長咗咯。就算轉晒做曲頭，都用唔盡投影距離。而 I/O 板放喺機身嘅側面嘅話咧，優點係機尾可以貼近後牆，用盡部機嘅投影距離咯。缺點咪就係接線一抽嘢咁見晒光唔靚咯。咁用家如果有空間條件，咁當然揀機尾接線啦。遙控方面咧，我覺得外形咧就好襯部投影機啊，好中意佢嘅電池倉開關設計啊，好時尚。加分啦，用2粒3A 電池作為能源，屬於冇指向性嘅藍牙遙控，隨意撳遙控就好方便嘅，不過唔帶燈效。隻狗狗好搞笑啊！主人上台之前咧就緊貼主人，宣佈上台嗰陣就走鬼咗去。透過米勒董事總經理張星樂先生同埋 Sim2 中國區經理 Alessandro Cini 兩位致辭同埋產品介紹之後咧，儀式就正式開始啦。3、2、1
張新略先生接過 Alessandro Cini 手上面嘅中港澳獨家代理授權證書，正式發售日期咧就預計大概就係6月份嘅前後。機身黑色或者白色嘅售價咧係39,800蚊人民幣，自選顏色咧就需要額外加錢，咁加幾錢？未定喎，到時話你知啊。為隆重其事，場內同時出現7部 X80 RGB 3色激光投影機，分別4部咧就畫面顯示，其他3部就靜態展示嘅。一入展區，大門口前就可以見到搶眼嘅佈置，黑白紅3部 SIM2 X80 投影機同時出現喺大家眼前啊！背景宣傳內容咧就印上各項嘅賣點，同場咧仲有售價20幾萬人民幣嘅 SIM2 最新旗艦，擁有7000流明嘅 4K 激光投影機 Ultra Neo 4。之前響歐洲亮過相，大家都應該見過噶啦，一街都係佢嗰啲相流傳緊啊！今次嚟到中國米諾影音個場，屬於亞洲首次發佈，網底蛙嘅我啊第一次見真身。仲可以摸下部機添喎！會場入口咧就可以一口氣見到4款 SIM2 激光投影機。今次米諾影音為大家帶嚟5個獨立嘅房間，包括有卡拉 OK 房啦、5.1 電競房啦、5.1.2嘅客廳影院、3巴客廳影院，同埋7.2.4定制家庭影院，提供完整嘅家庭娛樂解決方案。觀眾咧就可以現場比較同埋試聽。由呢個角度咧可以一目了然咁見到5個獨立房間嘅分佈位置，側面4間，同埋第5間係正面嘅入口啊！留意3個房間都用上即將發售嚟自英國品牌 Vision Screen， 擁有 4K THX 認證，屬於新系列嘅編織透聲幕。賣點係擁有超窄嘅邊框，而且係帶燈條啊，屬於透聲編織固定投影幕，係市面上2款可以獲得 4K THX 透聲編織幕料之一嘅品牌。幕布咧係用彈弓作為固定。今日首次公開2商家，首先由第一間房開始參觀。就係卡拉 OK 房間配置，有興趣器材表嘅可以暫停個畫面嚟睇下噶。呢間房咧就係用咗黑色嘅 SIM2 X80 投影機，投向 Vision Screen 120寸窄邊框投影幕，燈帶嚟接上電源之後咧就可以做出滲光嘅氣氛效果。Aspect Ratio 係16:9，屬於 THX 認證嘅編織透聲幕。透聲幕咧係用彈弓固定喺右邊框裏邊嘅。畫面咧就係由點歌系統輸出之後咧，經過 MacVR 嘅 NV Core 視頻處理器優化過。喇叭方面咧係經過 Denpo 提供嘅坐地音箱，帶有坐地低音炮，加埋超低音系統，仲有 Mirror and Crystal 嘅 Movie 5.1。值得留意嘅係呢一款 Denpo 喇叭，佢係可以拆走支柱，上面嘅全頻音箱就可以掛喺後牆使用㗎。點歌屏幕當然係 Touch Screen 啦。等我揀翻首飲歌先。是你讓我的心同你天比天深。茶几咧就屬於舒波菲爾嘅產品，好硬淨噶，唔易推喐。座椅方面咧同樣係由舒波菲爾提供，型號係呢個。嚟到第2間房啦，屬於5.1聲道嘅電競房配置。有興趣器材表嘅話咧，就可以暫停個畫面嚟睇下噶。呢間房就同樣係用咗黑色嘅 SIM2 X80 投影機，投向 Vision Screen 嘅130寸窄邊框投影幕。隻幕咧就比卡拉 OK 房大咗10寸。燈帶接電源同樣就可以做出滲光嘅氣氛效果。Aspect Ratio 係16:9，屬於 THX 認證編織透聲幕。雖然舒波菲爾有提供機櫃，由於想參觀者係見到用乜嘢器材，所以就將啲器材咧放晒出嚟啦。信源咧就嚟自 Sony 嘅 PS5， 經過 MacVR 嘅 NV Core 視頻處理器優化。合併機咧就用咗 Osella Audio 嘅 AVR 1680 5.1聲道喇叭。由 Mirror and Crystal 嘅5.1套裝所組成。呢個5.1套裝咧係由3隻 K50、2隻 K40T 同埋1隻 V8 所組合而成。編織透聲幕後邊3隻主聲道喇叭 K50係嵌入木板牆入邊嘅，2隻 K40T 則環繞就係掛喺呢度啦。至於 V8 低音炮就放咗喺呢一度啦。左邊嘅舒波菲爾貓貓座椅啊，型號就係呢一個。網上好多時候都見到佢嘅出現嘅，相信大家都唔會對佢陌生噶啦。支持語音操控、調校角度。就算躺平都難唔到佢啊！上次廣州展經常行到好攰啊，佢救過好多次㗎啦，今次都唔例外咯。而右邊嘅座椅咧，同樣都係舒波菲爾嘅出品，佢嘅型號就係呢一個。個波波咧係以為晾腳㗎。呢個房咧吸引到一啲朋友嚟打機，行起上嚟如果冇位，唯有等下㗎咯。咁如果萬一冇人打機咧，就會播放一早準備好嘅 game playlist， 係咁 random play， 確保所有參觀者都可以即時感受到呢一個房間嘅5.1聲道效果。嚟到第3間房啦，屬於5.1.2聲道嘅客廳影院配置。
有興趣器材表嘅話咧，就可以暫停個畫面嚟睇下㗎。呢間房咧就用咗白色嘅 Sim2X80 投影機，投放 Vision Screen 150寸窄邊框投影幕。個幕咧就比之前兩個房間係要大，150寸啊嘛。燈帶接電完就會做出呢個滲光氣氛效果啦。Aspect Ratio 係16:9，屬於 THX 認證編織透色幕。以前 Blu-ray 1080嘅年代所用嘅編織透色幕，觀影距離近嘅話呢，畫面播放淺色或者白色嘅時候呢，就會見到編織紋㗎。時至今日嘅 4K 編織透色幕，冇咁容易見到嘅紋理之餘呢，透聲能力亦都不減嘅。除非走埋去紋啦，否則就唔會覺得個編織紋存在嘅。正正就係因為透聲幕，所以咧就將 Mirror and Quasar 3隻左中右主聲道喇叭裝喺幕後邊啊，冇咗喇叭嘅阻擋，起咗簡潔嘅效果啊！窄邊框投影幕就可以用盡每一寸空間啊！幕後邊3隻主聲道喇叭咧係嵌入呢個木板牆入邊噶，2隻 D80 喇叭就係負責側環繞工作，而2隻 IC95 就係負責天空聲道嘅工作。最後 V15 低音炮就放咗喺幕下邊啦。雖然舒波菲爾咧就有提供機櫃，由於想參觀者又見到用乜嘢器材，所以將啲器材放晒出嚟啦。雖然咧就係嚟自 Alpharoson 嘅 Player One 8K 播放機，經過 MacVR 嘅 NV Core 視頻處理器優化，合噴機咧就用咗 Pulsar Audio 嘅 AVR1680。左右兩邊側牆咧就掛上聲學板，聲學板咧除咗面積大細咧可以訂，可以自帶圖片咧就印上去。都冇難度噶，呢個房間咧就用咗舒波菲爾嘅座椅，仲配埋茶几添，型號就係呢個啦。就咁睇個外觀咧，只係覺得佢係一張普通嘅真皮梳化啫，冇乜特別啊。但係其實佢個茶几入邊咧就內有乾坤嘅，可以轉出嚟做埋身板噶。至於下面兩個配置咧，就分別係手機無線充電座同埋杯座啊。塊面板平時唔用咧，就可以降翻落嚟做茶几個面，圍邊仲有美化作用嘅燈效添。椅嘅側面咧就有座椅角度調校，調到幾腐敗都得。提供 USB 接頭作為手機充電之用嘅，你哋見到參觀人士都舉機拍啦，咁即係畫面吸引啦。嚟到第4間房啦，屬於 Soundbar 嘅體驗房。有興趣器材表嘅話咧，就可以暫停個畫面嚟睇下嘅。呢個房間示範嘅係嚟自英國品牌 Vision 嘅 Primo， 係針對85寸或以上嘅大電視或者係大畫面用嘅 Soundbar。佢內置咧就8個全頻嘅單元，加上2個6.5寸嘅雙音圈低音單元。賣點係佢唔需要依靠外接嘅低音炮，都可以獲得豐厚嘅低頻㗎。機身就有掣感，唔中意就可以用遙控撳都得㗎。由於主角係 Soundbar，所以其他器材咧就擺放入去舒波菲爾提供嘅器材櫃入邊。呢款櫃咧就有2層嘅，上層嘅櫃筒，下層就面板。前面嘅紅色咧係透氣布，影響唔到 infrared 穿透控制器材嘅。喺呢一度咧就放入咗 Alpharoson 嘅 Player One 8K 播放機，同埋 MacVR 嘅 NV Core 視頻處理器。投影機方面咧，呢間房咧就用咗白色嘅 Sim2X80。呢間房咧就唔用新款嘅投影幕啦，改用 Aspect Ratio 係2.35:1嘅英國 Vision Screen 150寸弧形幕。賣點咧就係想俾大家感受下2.35:1弧形幕所帶嚟嘅視覺衝擊。呢款幕同樣得到 THX 認證編織透聲幕。2.35:1幕係吸引好多嘅，起碼視覺上係吸引啦。嗰係唔係弧形反而係次要。近年有唔少咧國產劇紛紛以2.35:1版本出街。就以大鳳打更人為例，原版咧就2.35:1嘅。嚟到 TVB 俾大家欣賞嘅時候咧，各位街坊包括我嘅16:9電視，就會出現上下黑邊嘅情況，非常冇癮嘅。但係呢個房間用2.35:1播放原版，個人都覺得好吸引。有啲人仲誤會咗呢部投影機靚過之前嗰3部喎。佢哋其實都冇留意到4部都係 X80嚟嘅喎，只係機身顏色唔同嘅啫。可想而知2.35:1嘅畫面比例有幾吸引啊！呢間房你就用咗舒波菲爾座椅，雖然冇隔離房咁浮誇，不過佢又勝在夠大張喎。但係都提供遙控㗎，左右2個座位可以獨立調校長度，大家都覺得坐得好舒服㗎。嚟到第5間房，屬於定製影院體驗房。有興趣器材表嘅話咧，就可以暫停個畫面嚟睇下㗎。呢個房咧主題係定製影院，面積係5間房裏邊之中最大嘅一間。投影機再唔係入門級別啦，而係售價20幾萬人民幣嘅 Sim2 新旗艦，擁有7000流明嘅4K 激光投影機 Ultra Neo 4。投影幕咧就用上英國品牌 Vision Screen 180寸編織透聲幕，係5個房間裏邊最大嘅一個幕啊。Aspect Ratio 係16:9。呢款編織透聲幕咧，同樣都係獲得 THX 認證嘅。雖然咧就嚟自 Alpharoson 嘅 Player One 8K 播放機，經過 MacVR 嘅 NV Core 視頻處理器優化。前級咧就係 Triumph 嘅 Adaptive 32，配上4部 Pulsar Audio 嘅 DA08 DSP 後級。
呢間房嘅7.2.4聲道係由 Mero and Quaisel 3隻 IW500 負責主聲道嘅，佢哋係響透聲幕後邊嘅，所以見到牆身咧偷咗3個窿出嚟擺放，另外2個窿咧係俾2隻 X15 低音炮用嘅，2個低音炮一左一右咧就擺放咗喺幕下面啦。環繞聲方面咧就由4隻 S300T 負責，天空聲道咧係由4隻 S150T 負責，左右兩邊側牆咧掛上聲學板，座椅嘅型號咧就呢一個係屬於舒波菲爾嘅真皮按摩椅，呢度就放咗2張，哇，紅色真皮啊真係幾搶眼㗎喎，有按摩功能，杯座圍邊咧又有燈，提供多種調校按摩嘅模式，下面嘅地台咧係燈光板，帶有燈光效果㗎。由於米洛影音陳列室喺附近，客人如果有需要咧，可以專車接送去呢個位於軍工路總部嘅陳列室參觀。場內咧仲有各種線材可以即時買到嘅。舒波菲爾除咗喺5間房提供梳化之外啊，喺走廊位咧就擺放咗最新型號嘅梳化，包括以 Iron Man 嘅配色做主題嘅呢一張凳。舒波菲爾咧就好着重呢個物料對客人嘅健康影響。所以物料咧都係用對人類冇害嘅物質所打造而成嘅。嗱，我講最後一次，佢唔係借演啊，唔好再問啦。OK， 余老闆咧就現場親自同客戶講解佢哋公司所用嘅環保物料。喺現場由眾多舒波菲爾提供嘅梳化當中咧，包括呢張專俾 model 用作休息之用嘅3座位梳化，同樣咧就可以調校座位嘅角度。俾手機充電嘅 USB 接頭啊，當然有啦。全場提供嘅舒波菲爾梳化好多款式咧都係提供按摩功能，帶無線充電座嘅都有唔少嘅。嗱，故事咧講到呢度啦，有機會就再同大家見面啦。